欢迎收听12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，圣诞快乐。今天是圣诞节，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段落呢，就在跟圣诞节的主角相关的约翰福音第1章1到14节。约翰福音第1章1到14节，而今天呢，我们要祷告的经文在第14节的地方。道成为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满着恩典和真理。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，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。而他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说：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约翰福音1章开宗明义就讲到了这个道成为了肉身。当我们用比较神学性的方式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或许会让人有点难以理解，所以世谦牧师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，也是许多人在信仰中认识信仰的过程慢慢的理解上帝心意，他真的很爱你，很爱我的故事。我还记得在读书的时候，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他问我说：世谦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人，要拯救人不会犯罪，或者是拯救人从罪中脱离，他其实可以用各种的方式，为什么要透过耶稣出生这种生子，而且是有一个人在世上透过他行为做见证，然后甚至为我们死，然后死里复活，然后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经历救恩。当他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只能说当年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不过现在的我或许也没有当年比当年厉害，还能够回答这个题目。但是在生命的经历当中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一一的来认识，渐渐的被扩张，然后深深的相信他。我记得国高中的时候去到国高中主日学，那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辅导就跟我分享说，我们就在上帝的眼中好像蚂蚁一样。当时看着地上爬过去的蚂蚁，我心里就在想，那蚂蚁它怎么看见上帝呢？好像这个构造不太一样，而且更不要说我们是被造物，上帝才是创造我们的主，我们怎么认识他呢？于是那辅导又说蚂蚁他们有没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啊？这我就懂了，许许多多的动物，他们都有那个频率，那个频道能够对话的方式，以至于他们彼此认识，彼此理解。然而我们认识神，真的就是像蚂蚁要认识上帝，像蚂蚁要认识人一样，不管是视野也好，体积也好，甚至灵性也好，我们都落后太多，不足被提出来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，我突然能够理解，为什么上帝要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，透过他行为的见证，让人来认识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。虽然这里可能会有小小的陷阱，是人可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解读上帝的情绪，但是人跟上帝始终是不是同一个属性。不过讲到这里，好像也仍然跟得救无关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读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这位上帝他爱我们，
他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人，住在人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的恩典跟真理。当我们在这恩典跟真理行走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会看见自己的限制，也会经历到上帝的无限。于是我们将荣耀归于父神，我们将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爱我们，透过耶稣基督的作为，让我们来认识他。不仅是认识他，更是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与阿爸天父来联合，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。如同12节说的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不仅是享受神儿女的福分，我们更是要起来成为跟神同工的好管家。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再一次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信息。上帝爱我们，他将他的心意透过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透过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文本，透过我们的祷告，透过我们的团契，我们弟兄姐妹肢体在教会所做的服事，更是向外传福音的行动。在这些过程当中，神的话让我们来见证他所是。这道成了肉身，住在人们当中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许多的人，他们听很多的道理，并没有信主。可是很奇妙的，他们透过身边的人所做的事，身边的人活出他所认识的真理，身边的人所给予他，在他犯错时，在他还不认识真理时的恩典。于是这个人他就悔改，他想信耶稣，因为他看见身边的人是如此的美好，让人看到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身上。如今的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当中，许多的日子也在预备这些传福音啊，跟人分享，参与在小组，参与在我们现在即将开始的圣经共读 RPG 祷告，甚至在今天收听迦南之声的你，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在这个时代，用这个时代能够理解的方式，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成为那个首先，而且他做的完全，使我们的生命透过他的牺牲，透过他的受死，透过他的复活，叫我们归荣耀给父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透过12月25这一天，来再次的纪念你，也再次的见证主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，主啊，我们真是看见你爱我们，你透过独生爱子，让我们来领受这样的恩典，也更是让我们在关系当中来认识真理。这真理是有根有基，有形有体。透过耶稣基督在圣经文本所写下的这些作为，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也要向你献上感谢。过去你透过了许多的人，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如今更是感恩的时节。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，我们也愿成为那个分享福音的人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明天见。